大家好，我係 Echo Chamber 嘅 Vivian。相信有緣嘅你，睇完我哋嘅短片之後，都想對今日嘅能量了解多啲。今日係公曆2025年10月12日，星期日，農曆8月22。根據建除12神，今日係一個定日，一個定字，代表住安定、平穩同埋固定。所以今日嘅宇宙能量係鼓勵我哋靜落嚟，以不變應萬變，做一啲需要穩定同長遠規劃嘅事。而家就等我哋一齊將今日嘅能量地圖為你詳細咁打開。首先，我哋嚟睇下今日12生肖嘅朋友仔有咩要注意。今日日沖嘅生肖係屬雞嘅朋友，尤其係1981年出世嘅辛酉雞，你今日可能會覺得人際關係有啲緊張，容易同人有啲小摩擦，要時刻提醒自己以和為貴。另外，行動上亦要留心，要小心手甲損傷或者被金屬利器所傷。不過唔使擔心，我哋總有溫柔嘅方法去應對。呢度有個化解錦囊俾你，你可以佩戴豬形或者羊形嘅飾物，利用生肖三合嘅力量嚟化解相沖。衣着方面，可以多穿黑色或藍色系列嘅衣物，因為黑色同藍色屬水，可以溫柔咁轉化金嘅銳氣，起到一個好靚嘅通關作用。有朋友仔要小心，當然亦都有幸運嘅朋友仔要好好把握機會啦。今日嘅幸運生肖就係豬、羊同埋狗嘅朋友，你哋今日嘅人緣運特別好，非常有利於合作同埋事業發展，不妨主動啲聯絡下好耐冇見嘅朋友，或者生意上嘅合作夥伴，可能會為你帶嚟意想唔到嘅新機遇嘅。跟住落嚟係一個好有趣嘅生活小貼士，關於今日嘅幸運方位。想催旺財運嘅朋友，今日嘅財神方位喺東北方，你可以喺屋企或者辦公室嘅東北方靜坐一陣，或者簡單擺放一杯清水，已經可以起到聚氣旺財嘅作用。而想增進感情運或者有重要事情要洽談嘅朋友，就要留意喜神方位啦。今日喜神喺西北方，喺傾偈之前，不妨先面向呢個方位，深呼吸一下，有助事情更加順利，氣氛更加融洽。除咗方位，揀啱時間做啱嘅事，都係順應能量流動嘅智慧。我哋嚟睇下今日有邊啲機會之窗，同埋需要我哋稍作休息嘅探查時間。今日嘅吉時有3個，第一個係朝早7點到9點嘅辰時，呢個時候貴人運好旺，好適合安排重要會議或者拜會客戶。第二個係下晝1點到3點嘅美時，如果你需要向上司匯報工作或者務求幫忙，呢段時間就最容易得到賞識同支持。最後係夜晚7點到9點嘅戌時，呢個係屬於自己嘅寧靜時光，好適合靜心思考、規劃未來，好容易會得到靈感。當然都有幾個時辰要溫馨提醒大家，清晨5點到7點嘅嘜時，氣場比較混亂。如果晨早要出門就要小心交通，避免急躁。上晝9點到11點嘅巳時，唔太適宜做重大決定，以免自己陷入兩難嘅局面。而傍晚5點到7點嘅酉時，就係今日嘅日沖時辰，係最容易同人發生口角嘅時候。記住萬事以和為貴。我哋每日嘅運程其實都受到天上唔同星神嘅微妙影響。我哋嚟解讀下今日嘅星神啟示。今日有2位好溫柔嘅吉神照拂住我哋，分別係天恩同武昌。天恩代表上天嘅慈悲，意味住今日就算犯咗小錯都容易得到原諒，亦容易得到貴人扶持。而武昌就好似一個溫暖嘅倉庫，有利於財富嘅累積，好適合做儲蓄、投資規劃呢啲事。至於要留意嘅星神方面，今日有災煞同伏日。災煞係提醒我哋要特別小心意外損傷，避免去一啲危險嘅地方，好好保護自己。而伏日帶有重複、反覆嘅意思，所以呢個係宇宙溫馨提醒我哋，今日唔適合做一啲唔想重做一次嘅大事，例如嫁娶或者安葬。好啦，嚟到最後，我哋用一個簡單嘅行動手冊，總結一下今日最適合做同埋最好避免做嘅事情。今日係定日，所以特別適合做一啲帶有穩定同祈福性質嘅事，例如祭祀神明祖先、誠心祈求保佑、訂婚個大禮、穩定雙方關係，或者安放新床、調整樹床位置，有利安寢健康，開始一個醫療療程，亦有助病情穩定。但係相反，一啲變動比較大嘅事，
例如搬屋或者搬公司、出遠門旅行、打官司，甚至係新店開張。今日就唔係一個最理想嘅時機，因為容易遇到阻滯同波折。總括嚟講，今日係一個需要我哋沉澱落嚟，喺穩定之中尋求發展嘅日子。希望呢份詳細嘅宇宙能量報告可以幫助你將今日過得更安然、更有智慧。記住，我哋了解運程係為咗更溫柔咁掌握自己嘅人生。祝願各位朋友今日身體健康，出入平安。我哋下次再見。